明燕修女耶穌明燕小姊妹 Maria 1937年喺越南出生。喺1958年，佢進入咗耶穌小姊妹友愛會，而喺1961年，佢就被派往日本東京接受培訓，入讀初學院同埋宣發初院。1963年，佢被派嚟香港服務。1969年，佢前往羅馬宣發永遠之後，仍然返香港繼續服務，一直生活喺香港，直到佢回歸天家。佢前後都居住喺艇湖友愛之家、西貢臨時房屋區友愛之家，並且曾經喺好多間工廠裏面工作。其後，佢亦都喺大埔友愛之家負責園藝。明燕小姊妹亦都堅持每個星期一次，風雨不改，去探望越南難民營或者係拘留所入面嘅兄弟，為佢哋帶嚟安慰鼓勵。佢喺2016年就入住咗上水安貧小姊妹聖若瑟安老院。喺住院期間，佢都經常同其他院友打成一片，談笑風生，熱誠參與日間祈禱，同埋按照佢自己嘅能力，樂意參與院入面嘅各種服務，就好似幫手接衫啦、清洗蔬菜，同埋去園裏面係拔除野草嘅工作。2026年3月23日，明燕小姊妹安詳逝世。感謝梅明燕修女同埋耶穌小姊妹修會嘅臨在，同埋見證天主嘅慈愛。願天主接納 Maria 梅明燕進入天主嘅國度，得享永福。Chào hết chị em cộng đoàn. Chào hết chị em cộng đoàn.